来200人，来不整200。来，以晨老师厉害哦，来200人，有听我的分享先打乙分享，好不好？有听我的分享先打乙分享啊！来，下午好。没有啊，今天没有要开场，有事情要讲。对啊，我跟你们讲哦，现在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啊，很多人一直在爆料公社、报废公社、抱怨公社，一直开我副本啊。我等一下一次解释清楚啊！来，温蒂你好，来300人，来我前300。昨晚电话又一直响一整晚，我知道我们公司每天都有人一直打电话进来乱啊，我非常的清楚啊。很多人我已经提告了，好不好？来300多人啊，开始分享一下，分享的打乙分享，在1分50秒我们就直接开始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天风你马上进去，迄天的代志起来讲。哎，来大家好，来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来380啦，分享的打乙分享啊，好不好？有分享的先刷乙分享，各位先分享一下。来细吧。我还没吃饭哦，我还没吃饭。哦，我早餐到现在都还没吃。各位进来了没有？帮忙公开分享。来450，谢谢你们的关心，感谢各位线上朋友哦，谢谢你们哦。我真的觉得我们台湾哦，这个文化真的，酸民的文化真的非常强大，断章取义，你们觉得真的对得起你们自己的良心吗？好不好？我当天直播是全程录影，我完全没有对那个人动手呢，断章取义啊！500人，我整500啊，来550，来，各位朋友，人数先冲一下，赶快。再40秒，分享的先打乙分享啦，好不好？来500，来有分享的朋友帮我们刷乙分享。600人，来目前600。有听我的先分享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发问的各位朋友？我等一下马上澄清啦，好不好？来，目前670人，没1000人哦。来680啦，来有没有1000人？来690，到目前为止还没1000人。来700，来720，来740啊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有想要我澄清的，刷+6，+6帮我刷上来，还我一个清白嘛，还我一个公道嘛。想要我把整件事情解释清楚的，刷+6。对啊，我都还没吃饭，谢谢关心哦，感谢你们。来，先分享，来800啊，来820。来进来的先公开850，来860，来先分享一下，来870。还有人说要请律师去帮那一对父子，没关系哈，我没有犯罪，欢迎你们去请律师哈，我没有犯罪。来1000人有没有？各位朋友先分享一下。进来的左下角分享键再分享一次。来930啦，先1000啦，1000人开始说了。来，音乐帮我暂停一下，天风给我暂停一下。来950，哦，来950。各位朋友，我要跟你们讲哦，你们现在在讲话要注意一点哦，因为不要乱讲话，好不好？不要乱讲话，真的啊！因为我们台湾虽然有言论自由，但是不至于让你们这样乱呛人，还是做一些对不对？去伤害人家的事情吧。啊，断章取义啦！咱讲今天你安尼，你敢有正亏？做人无需要安尼吧？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
我今天要把整件事情讲清楚。有人在爆料公社说我逼被害人下跪，知道这件事的知道打知道一下。有人说我逼人家下跪啊，来1100人啊哦！我现在开影片澄清给你们看啦，什么叫做我逼人家下跪啦？我当时逼人下跪啦，啊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现在开影片给你们看，我什么时候逼人家下跪？1200人。来，我立即就说好啊，免安呢，哦，我这里都有影片，完全没有剪辑过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现在开影片给你们看，完全没有叫人家下跪，注意看啊！来，各位朋友注意看，无啦，好了，我知啦。他爸爸叫他下跪哦，有没有？我们叫他不用这样。来，再放一次，你们注意听，各位朋友，你们注意听。好了，我知啦。无啦，免安尼啦。免安尼啦。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再来第二点，我还要澄清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洗车场的老板当下就有说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在网络上乱呛别人，我们只是希望可以喝阻他这个行为，我们教导他。来，我都有录影，好不好？当场都在开直播，来全程的直播，全程的录音。我现在不讲话，我放给你们听。这样子也打不下去，没有要打他。我们没有动手。好哎好，你来。那这样子也打不下去，没有要打他。没有要打他。好哎好，你好。好在你好。你网络诶，我袂敢讲。我知啊，因为我拄好听迄个白迄个讲，你是永靖迄直播主。对。直播主，我听伊讲我才知啊。啊，伊今日甲伊抢这有啊，拄好。迄天啦，中昼迄个就火车头家随传互我，我就随处理，我就叫因爸啦，伊随传这互我看我。啊，我才知这件代志。啊，伊讲迄个伫网络甲恁抢的迄有无？就你输赢的，我是听面有迄个讲，我才知。啊，你就看，无啦，看伊安尼，我嘛无要甲处理啦。啊是讲哦，是讲，嘛爱甲教育讲，莫伫网络安尼黑白讲抢啊。我已经上次就甲讲，伊今日有无？阮这收尾箱头家传落我了后有无？我直店的都甲修理。啊，因为伊顶一遍哦，嘛是伫迄个。迄像诶 FB 共抢，啊人嘛出来甲食，顶遍，我跟讲，伊佫发生即遍代志，真正毋好安尼黑白抢。谢谢。拄有抗硬几下就甲处理啊。我知影，对啦，啊，因为吼，算迄个伊精神有状况啦，阮后尾嘛带伊去看医生，但是吼，伊就是有迄种有哦。你看伊即摆代志不干，头拄啊手机啊第二身躯顶嘛，我甲问讲啊手机啊，伊讲听去，但是佫要佫讲袂出啊，我讲安尼我无差别你若要佫安尼黑白屏，你老死好啊。无啦，真诶，因为社会迷一个人咧行。对啦，你袂使伊个完全无熟悉，去讲车翕起，讲吓啊。我伫家己 FB 共铺，迄袂足奇怪吗？对啊。到恁咧开直播，恁咧卖物件，好势，甲恁若毋捌，就去甲恁抢。系啊，我咧卖物件，甲伊嘛无关系啊。对啊。起来甲阮招讲哦，无下红干来原念小等啊。你有讲即句话无？对，下红干原念小等啊。你安尼共讲，你就用拍好死好啊。对无？什么叫下红干原念小等？无要紧啊。你若毋是看恁爸咧面子上，佫看你这空闲的。来，再来，有人什么？哦，我不知道，对啊。来，我还要再讲一件事。刚刚有人发问说，为什么我中间有提到说我要带回公司？来，很明确，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，没有关系，你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问。我本来很单纯，要把他带回公司，让他开直播，让他体验一下直播人的辛苦。面对这么多观众，还要被这样炮轰，还要被你们揪输牙，还要被你们骂，你们来做直播嘛，对不对？将心比心嘛，每一个职业都有每一个职业辛苦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
啊，你们看直播就算了，还要揪人家输赢，你们觉得这种人，他们我一开始看他留言，我不知道他智商有没有问题啦。说真的啦，我会因为他留言打字，我就知道他智商有问题吗？我看到他本人，我也说了，我不会打他，我不会动他，我有没有讲这些话？对不对？所以各位观众朋友，不要断章取义啦。好，欢迎这一篇直播帮我分享出去啦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朋友啦，啊，也感谢各位大哥大姐啦。哎呀，啊，我直播先关掉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各位朋友，拜拜。